南正统龙里门圣母庙花火迎春的活动，明仔载正式开始。今年特别安排500台无人机的表演。正统龙里门圣母庙上届人气的烟火迎春活动，就伫咧明仔载登场。高空烟火攀炮，拢总搁再较规模搁较大，包括搁加上咱500台的这无人机，要伫咱的圣母庙的空中。 要来表演，表演节目拢有啦，啊，搁有周边的美食吼，啊，地方美食都有吼，啊，非常这个无简单吼。为着避免民众受伤，庙方今年扩大管制范围到500公尺，嘛请消防人员来教民众看蜂仔炮的各种安全注意事项。安全帽全罩式的，那面罩、围巾，主要也是怕我们的烟火掉进去我们的衣服里面。明仔载载播有传统的民俗活动，暗时有67分钟的烟火加无人机的灯光。 表演，要让民众无同款的文化盛宴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